，AVA 61，深水埗性價比王者，港漂一人，每小夫妻閉眼衝，誰月九龍只有擁擠。AVA 61把便利和安靜看在房子裏，下樓是煙火氣，上樓是小確幸，這才是港漂該有的生活。位置等於醒心，大埔道61號核心圍，步行5分鐘到街市。惠康近深水埗站，油尖旺、中環通勤無壓力。校網40含優質小學加深水埗區中學，有話家庭不用愁，戶型等於實用。233車純一房，裝修現代不踩雷，每寸空間都用在刀刃上。朝南窗採光超足，白天曬太陽，晚上看夜景。旺中帶靜真不是噱頭，你租房最在意啥？通勤時間還是空間大小？留言聊聊，幫你精準找房。AVA 61深水埗租房港漂剛需盤，九龍好房一房首選。